大家好，我係法庭真相嘅主播子晴，歡迎收睇一周法庭新聞。呢周法庭重點新聞有大律師吳靄儀2019年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，判監獲緩刑，但被投訴行為失當。大律師公會紀律審裁組以缺乏事實基礎裁定投訴不成立。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入稟高等法院司法覆核，要求審裁組應向吳靄儀發信訓誡。另外，創業失敗男財困，喺銀行尾隨剛提款嘅老婦回家入屋行劫。日前喺高等法院遭判監4年8個月，19歲自閉青年，舊年先後3度喺尖沙咀中港城男廁內寫上包括光時口號等多項具煽動性嘅字句。佢承認刑事毀壞罪後，再被裁定出於煽動意圖作出一項或多項具煽動意圖嘅作為罪成。日前於西九龍法院判刑，總裁判官蘇惠德接納被告2019年時受片面或虛假資訊誤導，形成對政府或警隊嘅偏頗扭曲觀念，加上考試失利，才以錯誤方式宣泄情緒，判處被告感化18個月及賠償1500元。資深電影文化工作者劉鑫參與編纂香港電影資料館出版嘅《香港影片大全藏書系列》後，不滿館方舊年出版嘅第9卷中未有如前3卷般列明佢項目研究員嘅身份，只將佢列入鳴謝名單。佢話收取低於2萬蚊月薪，參與研究工作，付出大量精力同時間，期望藉出版獲得肯定同認可。認為館方決定無理，日前入稟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。法官高浩文開庭審理，館方質疑有關安排屬商業及編採決定，唔涉公共政策，唔應該以司法覆核形式處理。法官聽罷雙方陳詞，表示會喺10月底前裁決。吳靄儀參與2019年818民陣流水式集會，被法庭裁定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，判監9個月，緩刑2年。佢之後被指行為失當。為獨立嘅大律師紀律審裁組今年6月以缺乏事實基礎為理由，大比數裁定投訴不成立。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認為審裁組裁決出錯，並同法庭裁決唔一致。雖然吳靄儀已經於2025年底退休，但為咗維護公眾對大律師行業嘅信心，以及糾正審裁組嘅法律錯誤，係重要且合乎公眾利益。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遂入稟，指審裁組應向吳靄儀發信訓誡。創業失敗，中年男子因生意慘淡，仍要支付人工租金而陷入財困，走投無路下，選擇向獨居老婦落手。案發日，老婦為準備新鈔封利是，獨自到附近銀行提取4000元現鈔，返回屯門翠玲花園單位。圍開門時，遭被告從後箍住，並以剪刀架頸指嚇。入屋後，被告見客廳裝有閉路電視，便先剪斷電線，再叫鄭婦交出財物。被告日前於高等法院承認一項搶劫罪，獲法官接納，屬單一事件且真誠後悔，判佢監禁4年8個月。呢周法庭重點新聞講到呢度，多謝收睇，我哋下周再會。